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高雄澄清湖高尔夫球场遭高雄市政府收回后，开挖2座滞洪池，原本茂密的自然植被，如今变成一片黄土，遭护树团体质疑破坏水土保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回应，高雄高尔夫球场总面积近80公顷，依法需设置沉沙滞洪池，市府赶在汛期来临前施工，预计6月底前完工使用。整片山林被毁，我们看到没有？原本非常清澈的溪流变成烂泥。澄清湖高尔夫球场风波不断，因为水土保持问题，遭到高雄市政府强制回收。如今为了解决易淹水的三民区本河里、鸟通区本馆路以及凤山赤山地区，将进行2座滞洪池的开挖工程。原本茂密的自然植被被快手挖除，变成黄土一片，引起了护树团体质疑。此举摧毁了近3公顷的森林植被。首先，我没有反对滞洪池的工程啊，但是说，因为这里是一个自来水源的保护区。底下是澄清湖，我们的自来水饮用的地方。然后再来是说呢，这里是山坡地啦，它地势起伏，你看到这是一座山啦，所以它需要这些一堆的草啦、附成的森林啦，这些根系、它的树叶、它的树冠，去怎么样减少土壤的侵蚀，然后做保水、含水、水土保持的功能。所以你在做滞洪池的时候，应该要避开这些森林啊。那它都没有避开，就直接挖。那旁边有一些草皮的区域、果岭。有一些池塘，你应该可以去利用那边，而不是来挖森林。高雄水利局表示，澄清湖高尔夫球场总面积将近80公顷，依水土保持法需要设置滞洪沉沙池，这次开挖只有0.9公顷。由于球场经营者数十年来未对60公顷私有土地实施有效的水土保持处理与维护，威胁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市府将在今年5月汛期来临之前进场施工。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3.7万吨的这一个滞洪池的施工，原则上它的实际上开挖面积大概是0.9公顷，并不是3公顷。那我们会在现有的这个场地上面把杂木以及废弃物做清理。那有些是山陀台风过后的一些枯木。那这一次的过程，我们会把现况做一个环境整理。那未来我们会依照水保法的相关规定，在这整个我们这一次施工的这个范围内，会做好这些植批工作，让这一个滞洪池未来它是符合生态环境。护树团体质疑，当初收回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原因，就是业者没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如今开挖滞洪池所造成的污染或许更加严重，希望市府能够邀请生态团体召开作行会。那当初请这个高尔夫球场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边他认为会影响我们的水质嘛，违反自来水法嘛。结果你挖的森林可能比他们在经营高尔夫球场造成的污染，搞不好又是更严重的一个水土保持的破坏。所以我是希望说，高雄市长陈其迈可以立即停工，然后召集所有的生态团体开一个公开的座谈会，好好研商一下怎么改善。高雄市议员黄柏林也认为，新建滞洪池必然是好事，但是过程中该如何让植被和排水设施能够更有效地被使用，不被破坏，或许应该让更多公民团体参与讨论。当然乐见于说有更多的滞洪池的一个新建，因为会对未来的韧性城市防水会有帮助但是在这个新建的过程里面，包括里面的小森林或者植被或者排水设施，是不是能够更有效的使用，而不破坏原本的植物啦等等相关？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让透明，让更多的公民团体、护树联盟等等一起来讨论，让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是所有市民共同的盼望。护树团体也质疑，为何不在球场的前短草皮区域进行施工？水利局解释说，该球场地势从西向东倾斜，短草皮区域一方面地势较高，另一方面短草皮也无法在好大雨有效的蓄水滞洪。目前2座滞洪池持续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以完工使用。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高雄传统小吃百百种，肉丸绝对榜上有名。在北高雄有一家以平价美味打响名号的肉丸店，靠着 Q 弹多汁的大颗肉丸与温润香浓的鱼丸汤，不到下午1点就售完关店。
清早就开业的肉圆店，不论何时人潮从没停过。一碗肉圆，一碗鱼丸汤，铜板价格就能吃到古早味的美食。从蒸笼中产出一颗颗饱满晶透的肉圆，加上标配的酱汁与酸泥，肉圆表皮软嫩 Q 弹，内馅鲜嫩多汁，成为了客人们的最爱。我通常都是买它的肉丸，它的肉丸非常的好吃。而且这种铜板价格已经在这附近找不到了，对，然后它的皮很 Q 弹，它的肉又非常的腌制入味，是一个很好吃的铜板在地的美食。肉丸伊就是伊个皮吼，软硬适中啊，个伊肉个足大碗的，别个肉拢一只囝尔，个伊肉伊足大碗的安尼，食起来口感，肉干皮起来吼，真好。伊个肉丸啦，碗粿、肉粽拢好食啦。伊个肉丸就是吼，迄肉吼 QQ， 有一点 QQ。鱼丸贡丸拢好食，伊个肉丸最好食，然后又便宜。就找个肉丸，很青的，就是迄个温体猪，伊中间有无配上，配上来，阮拢先来腌制。伊无腌制吼，伊肉迄个味袂入去。所以讲，阮拢爱先腌制完，过顿间包。肉是上青的，伊是现态的肉。阮的皮，阮的肉丸的皮吼，是用食来米落去做油的，人讲油啦，就是油迄个磨啊，磨起来有无？落去用米浆落去拍，食起来变成有一个 Q 度。你有的人去食起来就是要一个 Q 度啊，迄个嫩嫩 QQ。吃起来还好吃。一旁冒着热烟的鱼丸汤，汤头带着淡淡乳白色，是老板以大骨长时间熬煮而成，因此香气中透着骨香与胶质的醇厚，入口温润滑顺，不油不腻，搭配细致弹牙的鱼丸，是在地人从小最喜欢的早餐组合。点他们的鱼丸汤，他们的鱼丸非常的 Q 弹，就是非常的浓，虽然看起来很清淡，但是非常的浓。它的四神汤也不错，它的四神汤很赞。阮算在地有无，都拍两斤食的在地人啊，有时吼算讲卖趁啊济啊，算讲有时回馈一寡咱的乡亲有无，咱的市民安尼，卖算讲咱毋是讲要，咱算趁一个身体健康安尼啦。有着弹牙鱼丸的大骨清汤，再配上一颗颗硕大饱满的肉圆，虽然是简单的组合，却藏着深深的人情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高雄海鲜令人趋之若鹜，盐城区有家以每日新鲜小卷与大骨汤底制作的小卷米粉，虏获不少在地人的胃口。另一道招牌香煎炸鱼骨，酥香可口，鱼肉鲜甜肥美，同样受到老饕们的一致推荐。在盐城的转角处有家开了70年的老店，一到开店时间，人潮就没有停过。每桌必点的小卷米粉，使用纯天然熬煮的大骨汤底，搭配每日直送的小卷，新鲜脆口，不需过多调味，就能品尝到小卷米粉的鲜甜滋味。小卷米粉，我不喜欢粗米粉，所以它也可以帮我换成细米粉。我觉得它的小卷很鲜甜。这个小卷米粉吃起来就是口感，米粉是没有 QQ， 但是小卷是很新鲜。最多点的现在是小卷米粉啊，鱼贝骨最夯，因为我们的东西新鲜，那个小卷是抓起来就动起来的，就是海底捞起来就动起来，不是说等到死掉了再去动，就是活动的，所以那个吃起来就很脆，比较好吃。就汤底哦，就大骨，然后大排骨、鸡骨、鱼骨，就这样而已，然后加个盐巴这样子。我们不加那些有的没的啦。除了现点现做的小卷米粉，这道香煎炸鱼骨也不能少。选用当日新鲜送到的石目鱼，放进热锅油炸。刚刚出炉没多久的炸鱼骨，表皮金黄酥脆，鱼肉咸香扎实，马上就被客人一扫而光。我大概就是一阵子，我就怀念它的虱目鱼贝骨。我觉得它就是很新鲜，然后香香酥酥的，有妈妈的味道。它的炸鱼肠跟鱼柳都很好吃，还有鱼贝也蛮酥的。
就是如果有朋友来，会带他们来这边吃在地的东西。有的每天都来，有的一个礼拜都吃，至少来个4天5天的。那以前那个陈菊市长就来个5次，然后那个陈其迈市长也来过，很多人都来过，吃起来他们都风评不错了，他们都觉得风评不错，其实都说很好吃这样子。不论是汤头鲜甜的小卷米粉，还是酥脆刷脆的炸鱼骨，这家盐城老店用70年的坚持，留住了在地人记忆中的好味道，每一口都是用时间熬出来的经典滋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预计今年年中接管澄清湖风景区，结合高雄高尔夫球场及双湖公园，打造澄清湖大公园。日前则是确定接管后的风景区将采人车分流、降速以及外围设停车场的方式进行车流减量，确保区域内的油漆品质。高雄市政府预计今年6月接管澄清湖。日前，经过市长陈其迈实地探勘，将以分流、降速、减量3大原则优化步道与交通动线，也就是进园后实行人车分流，入内的车辆除了必须缴费外，车速也得降至20公里以下。交通局也会在园区入口处增辟停车区，来减少入内的车辆数。汽车，我觉得汽车要管制了，要像维持现在了，你进来付费。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环境可能会比较好。我们会把里面的步道系统还有车行的空间呢，把它区隔出来，让那个在里面散步啊，或者是慢跑的这些民众呢，能够跟车流能够做一个区隔。那第二个是降速啊，降速我们就会在里面打造一个人本优先的一个友善区域哈，那所以车辆就降速到20公里以下。那减量的部分，我们就会在澄清湖的周边设置停车场，好，那尽量减少车辆进到澄清湖内，好，那另外进到澄清湖的车辆呢，我们就会依规定来做停车收费管理。可能碍于经费，民众发现澄清湖在自来水公司管理期间，园区各项修缮进度都较为缓慢。这一次市府预告接管后，民众认为市府资金挹注会提升园内整修与建设速度。澄清湖也没什么新的建设，那我想说可能是碍于经费，所以有很多维修的东西都没有跟上。理论上市府维修之后，我来想各方面的经费应该会比较充裕一点。自来水的话，它可能第一个它的人员不够。啊，它如果像台风侵袭以后，它就放了很久，可能1、2年它都没有修理，就是等于摆烂这样啊。但是你市政府进来的话，可能对这个环境的维持会比较好啊。而市府计划将澄清湖与高雄高尔夫球场及双湖公园合并，打造为澄清湖大公园。部分市民认为，若没有人管理的公园，不会有额外收益，外地客不会想来，更会造成游民聚集等问题。那等于变成那个一般的公园啊，一般的公园，你看那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很大，应该没有游客会来。只有当地的人而已，因为它这边的话，盥洗设备都很方便，所以游民可能会大量游民会跑进来。澄清湖风景区是许多高雄人小学户外教学必去景点，市民抱以期待，期盼市府接管后，风景区会有正向转变。记者潘志光、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市三民区一处新设的人行道，标线面积宽广，绿意醒目。不过宽度几乎是比邻近车道还要大，让附近居民看了意见分歧。有人说安全，也有人喊太宽了。路上铺了一块好大片的标线型人行道，绿油油的一片，让行人有一处很宽广的行走空间。但对比过去常见的设计，好像大上了不少。你有看过这么宽的人行道吗？整个宽度需要跨上好几步，甚至比旁边的车道还要宽。这里是高雄三民区大昌一路302巷，为了注重行人安全，刚重新铺设好标线型人行道，但宽度却与旁边的车道几乎一样宽。许多人看了都表示，真的有点太大了，是有点宽。这样子骑机车或是汽车的时候，你看像这样子骑机车就很危险了，因为人太宽了，你车子如果弧度不够大的话，会撞到人啊。开车的空间就已经很小了，而且又画了标线之后就更少，没有统一啊，好似这样子。
画一画，觉得感觉很乱了。但是在铺设标线前，这里常出现违停乱象，还会有大量的杂物垃圾塞在马路旁，造成社区环境脏乱。加上前面就是医疗院所，过去看诊病患都需要人车争道，现在重新标线设计过后，行人跟车辆可以明确分流，道路环境也明亮干净了许多。还好啊，还可以。可能是因为附近比较多病人吧，应该是比较方便。人走路比较好啊，机车可在那边啊，这边就是马路嘛。啊，马路的话变成行人或是患病的人，或是那个轮椅，或是拐杖，或是助行器的话，大家都是在人车争道，就报给交通局，说这个是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改善。啊，这样的话变成大家行人的安全啊，摩托车也可以啊。汽车，因为这个属于巷口而已啦，17米的巷口而已啦，啊，所以它交通局就这样规划了。也有居民反映，标线改造后确实改善了社区环境，但是停车弯的汽车车格设计太多，车辆从小巷出来都需要特别小心。一段道路的重新设计，大家意见分歧，如何取得行人安全与车辆通行的平衡，还需要更多观察与调整。记者川军高雄报道。位在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上一间装潢古色古香的中式餐厅，早期经营汉风料理，现在转型为中式外省菜。店内的招牌功夫鸡、本帮红烧肉和酸汤豆花牛等料理，将云贵川香月的招牌菜色发扬光大，吸引无数懂吃的饕客们争相造访。位在永福路2段这间牡丹楼，虽然外观看起来有点异国风，其实是经营中式餐厅。老板邱静乔表示，当初开店是因为妈妈爱做菜，为家庭凝聚力，才结合家人一起开店。开这家店的时候是集结所有姐姐、妹妹跟我们3个人，还有表哥的力量，然后把这家店弄起来。那我们为什么会叫中菜？其实早期我们是叫汉风料理，就是所谓的中国菜。但是在台南的话，怕有时候字眼太过强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回响，所以我们就改叫汉风料理。因为小时候妈妈很喜欢煮外省人的菜，这样子，所以会一路延伸到这边。那我们的菜等于也在台南跟别人不太一样，独树一格。因为台南大部分都是出台菜，那台菜的话，大家也都蛮强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跟别人抢这一块的市场，那就干脆做我们自己拿手的中国菜，就是南贡瓦辛阿菜，这样一路延伸到现在这样子。牡丹楼餐厅以汉风料理中国菜为主，而且每一道都是师傅精心制作，例如招牌菜功夫鸡、薄脆虾底酥等，有四川、贵州，甚至江浙菜等口味。一个是招牌功夫鸡，我们采用的是放山鸡的正土鸡，然后用1.5公斤重的母鸡，做法有点像海南鸡的吃法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放那一些姜黄，然后用我们独特的料理手法，然后再加上自调的酱油酱汁、姜泥酱跟酸辣酱3种不同风味的酱汁这样子。那从我们餐厅一开业以来，这道菜就受到非常大的欢迎，它是一道凉菜，你今天吃或者是外带回家吃，在3天内冰箱里面风味都是非常棒的。那另外一道是薄脆虾底酥，它是炒虾去壳之后打成虾浆，再放入些许的猪油，然后再用春卷皮把它卷成一根一根像小朋友的零食脆底酥这样的样子，所以我们把它叫薄脆虾底酥。那它沾上浙江的红醋，那个滋味就是吃起来非常的清爽，而且炒虾味非常的丰富，而且很营养。这道菜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业者经营至今超过10年，走过之前疫情期间推出凉菜外带，甚至有商业午餐、9宫格料理等。现在业者推出桌菜，不管是小家庭3至5人，或大家庭10几20位，都可以预定。另外，吧台也有咖啡、饮料，甚至气泡饮与香槟等。至于餐厅后面还有一块开放空间，因为业者与流浪猫结缘，因此设置流浪猫中途之家，欢迎有兴趣民众也能认养。记者林莹跟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动近邻转型和永续城市，积极打造友善的电动车使用环境，向中央争取2.5亿，将在每一区建立快充站。交通局日前宣布，第一批13处的充电站正式启用，其中位在安平市政园区的一座超级充电站，只要充电10分钟就能跑300公里。
台南市推动37区每一区都有电动车快充站计划，在去年9月台达电得标之后，陆续在全市202处站点施作基础工程和充电设备。其中第一批在安平等10个行政区有13处充电站，12号正式上线启用。请节目，大家掌声鼓励喝彩。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未来也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虽然目前整个台达在全球的充电桩的部件其实蛮多的，但在台湾这是第一个大型唯一全市区区有快充的一个场域，那也体现了我们在台湾绿色能源转型很大的一步。这座位于南岛路市政园区的充电站有2席充电枪，是350千瓦的超级充电站，比原本快充提高40%的速度，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充饱跑300公里。南岛路的路外停车场，我们建置的是超快充的充电站，这也是全台南市第一座350 k 瓦的超快充的充电站。那大概会比原来200 k 瓦的这个充电速度再快40%左右，也就是说大概300公里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呢，大概是要10分钟就可以充完。那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这项公司协力的初步成果，马上就有车主来感受超级快充。除了提升市民使用电动车的便利性，更大大降低里程和时间焦虑。不会想说怎么办，快没电了，然后找不到充电站的问题。对，然后而且快充就是相对慢充来讲快很多，很方便。然后在这里休息的时间，说真的就是跟加油的时候，你去上个厕所回来，再等一下差不了多少，然后又环保，然后相对的电费也比较便宜。交通局会中也提醒民众，电动车充电格位是专用和优先，油车切勿占用，违者将依法处以1200元罚锾。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庆祝台南府城建成满300年，台南市北区钟楼社区营造成果展，以旧聚落3分子为故事背景，透过皮影戏、舞蹈，甚至是艺术创作，向民众展示本土历史文化。哇，这只龟嘛小大只吧？这只才来只哦。钟楼皮影戏团粉墨登场，用全台语配音演出在地都市传说，流泪的大神龟。从编剧、制作道具，都是这群平均70岁的阿公阿嬷合力完成。推动这个传统的文化安尼，这拢阮家己做的，然后阮家己上色的，真实的故事，去甲演。演了后豆豆一直改进，感觉阁袂歹。在轻松有趣的气氛当中，长辈们发挥想象力，像是这段小放牛的舞蹈表演，不但还原牵牛耕田的场景，还能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相当有活力。有了其实查甫的跳甲真好，较灵活啦，因为伊要记动作。较唔是像普通的健身安尼讲，做机械式的叮当。钟楼里从民国109年开始，向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里长用自己的专长启动各式各样的艺术文化计划。这回响应建成300年。特别以大北门外的旧聚落做时间轴。我的社区要做一个特色的所在，就是要提出我的故事，会当影响到我这乡亲。自从做里长以来，我就想要把艺术这个物件传入我社区内底。今年是府城300档，所以因对去年呢一直找足侪在地故事，有用这网来画图，嘛有做足侪做趣味的代志。钟楼社区不只是关怀照顾的功能，而是探访在地耆老，带领里民将故事、文化、景点透过艺术保留下来，一代传一代。记者收海谈的报道。在开基玉皇宫的赞助下，
台南市北区丽人国小师生完成3本极富教育意义的绘本，学生用独特的视角与纯真的笔触，呈现社区的历史文化。细腻的文字搭配图画，这本书呈现玉皇宫买命钱的民间习俗，透过一枚金币串起故事情节，以幽默与创意勾勒出玉皇大帝的信仰历史脉络。丽人国小6年级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3本有关社区历史文化的绘本。最困难的地方是要画出神明厅华丽的神像，还有他的头饰、衣服，我们都不是随便乱画的，我们都有实地观察过才画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我们这次是大家一起创作，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学生发表的绘本相当多元，将玉皇宫内的神明、常见的贡品以翻翻书形式设计，还制作成电子书，配上语音之外，更提供互动与沉浸式体验，设计 AI 直角，让绘本生动又有趣。纸本读、数位读、去走读来欣赏这3本囡仔非常具有童趣的3本的绘本啦希望这好的册国家图书馆已经发文完工，要把这3本这好的册收录到咱的国家图书馆。这个会当把咱这个公庙文化甲往上来提升啦，因为庙大家也无什么产品，只是信用，来提供咱这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对信用的一个敬仰甲来修身养性也好，来参与这社会公益也好，我最大目的是伫个遮。开基玉皇宫和教育局也大力支持，挹注学校25万元经费编写出版。除了让充满创意与温度的绘本可以诞生，也让学生的毕业之旅更有文化教育意义。记者杨胜怀谈的报道。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已经在5月17号开幕。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开幕前特地前往板桥第一运动场进行场地总检查，并强调赛事首重安全，包括从事赛事延伸的食品卫生、住宿、交通等面向，都必须将细节做到位，确保每一位参赛者及眷属都能开心参与这场国际赛事。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将于5月17日登场。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前往板桥第一运动场进行场地总检查，确认新北营运中心及田径、射箭场地等赛事的准备情形。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与新北民意代表们一起试跑体验场地，并一一巡视每一个细节，务必在赛前做到最好。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距离世壮运开幕不到4天，新北市所有22个场馆，包含闭幕典礼场地都已经检测完毕，将用热情的双手来欢迎世壮运的所有选手们到台湾、到双北来做友谊热情的运动比赛。双北世壮运从110年筹办到现在，离开幕只剩下4天，那所有的工作的准备。今天特别到新北营运中心以及板桥第一运动场做场地的最后检视，以及营运中心的所有相关细节的作为上。目前为止，我们所有新北市的22个场馆都已经检测完毕，所有的赛事的比赛的行程以及赛事的服务、交通的管控，再加上我们食品的安全、医疗体系的呵护。我们新北市所有的工作同仁已经都准备好了，我们用热情的双手来欢迎我们世壮运的所有选手们到台湾、到双北来做友谊热情的运动比赛。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强调，赛事首重安全，不仅是赛务及场地安全，包括从赛事延伸的食品卫生、住宿、交通等面向，都必须将细节做到位，确保每一位参赛者及眷属都能安心、开心地参与这项国际赛事。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标准考量，所以之前的防恐维安的一个演练，也就是希望能够平安保护整个场馆。除了场馆的安全守卫以外，食品的安全的检测，包括住宿交通的管控动线，
以及我们医疗体系的资源，新北市一定在食安、住宿的安全上把它做到位。交通服务的旅游，我们也再三的叮嘱所有的旅游安全的路线，我们希望用最高的标准来为我们双北市状元的选手用最高的规格来给他们接待跟服务。新北市体育局表示，世壮运期间，板桥第一运动场将进行田径跟射箭赛事，也有帕拉选手参赛。新北市将提供1对1的专人专属服务，让本次参赛的身障选手们能有更安心、更安全的赛会体验。也希望借由世壮运以运动会友，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们都能感受到台湾人热情与专业的服务。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汛期将至，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日前带领消防局、农业局、水利局、民政局、社会局等市府团队前往土城区视察，了解地方防汛准备作业情形，同时观摩复合型防灾演练。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表示，现今灾害样态多元，复合型灾害频繁，落实灾前预防准备工作是特别重要。市府团队会全力以赴守护市民安全。随着演习警报声响起，各单位无论是里民还是工作人员，都在各自区域严阵待命，模拟当灾害发生时可能会发生的大小事件。为了落实灾前预防准备工作，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周二率领消防局、农业局、水利局等市府团队前往观摩土城区复合型防灾演练，了解地方防汛准备作业情形与复合型防灾演练过程。副市长刘和然表示，现今灾害种类多元，复合型灾害频繁发生，因此落实灾前预防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土城近年发展快速，因此特别来观摩土城区的复合型防灾演练。感谢今天参与演习的人员，在每个环节上都做到确实到位。我们现在29区针对防汛的准备都全面启动。那我们也挑了几个区当做一个示范的演练的地点哈。那今天很开心来到土城，因为土城是我们新北市这几年来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区，所以不管是各方面的建设，其实这个突飞猛进。那交通建设也落实的非常多哈。那不过土城它刚好也有一些交接山区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有4条浅式的土石流区，所以对于一些所谓的需要安置的户我们保全户还是要非常的小心。那今天的演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区公所的用心，跟我们在地的里长地区的一些民间社团，还有包括我们的防灾社区大家一起共同来办理这次的演练，非常当一回事的把每个环节做得非常的落实。我想这也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防灾重于救灾的一个概念跟精神。刘和然也特别强调防灾优于救灾的原则，勉励市府团队们能持续从实务经验中学习精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为第一优先原则，落实安居乐业的目标。那区公所在我们敬平区长的带领下，所有科长不见得有真的遇过什么灾害，可是在灾害来临到第一线，陪着我们的里长，陪着我们社区的民众，面对灾害如何让灾害降到最低这种精神其实令我们非常佩服。尤其去年的04、03土城的严重性是大概是29区最多的，那可是灾害虽然多，很快的安定下来，那很快的这个救灾成功让我们所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恢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想这些的经验都是未来在汛期到来也好，复合式灾害来也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有的灾害。土城区长周进平则指出，由于土城建设发展快速，人口不断成长，因此在防灾上一直以来格外认真。今年已举办2场大型演练，7月还会针对全国城镇韧性再进行1次演习，期盼在大家的协助下，将预防灾害的准备工作做到最好。我想土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包括我们公所，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社团，还有包括慈济宗教的力量，包括后备中心，我们各里里长，还有民意代表大家的支持，所以土城不断的在茁壮，不断的在成长，所以我们在防灾这一块做的一直都非常的认真。那我们从今年3月，我们就是今年第一个协作中心成立之后的示范演练。那这一次是我们的首长视察防汛的演练。其实我们到7月17号，我们还配合全国的我们的城镇韧性我们还有1次演练，所以3大演练都在土城。我相信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土城一定可以安居乐业。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来复原，让我们的防灾做到最好。土城区公所表示，当复合式灾情相继发生，将造成公部门的人力调度挑战。演练也纳入防灾协作中心支援相关救灾工作，期盼结合民力资源，展现公私协力防灾应变能力。土城正不正？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为了协助桃园庇护工厂商品行销，桃园市政府特别举办桃园庇护工厂购物节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5号，只要在桃园20家庇护工厂消费满500元，并上传消费证明，就有机会把 Dyson 吸尘器、AirPods 4等多项大奖带回家。3、2、1，请启动礼物。桃园市劳动局为了推广桃园庇护工厂产品及服务，鼓励大家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从即日起到6月25号推出桃园好物初夏必败庇护工厂购物节满额抽奖活动。活动期间，在桃园20家庇护工厂消费满500元，并上传购买证明，就有机会把扫地机器人、Dyson 无线吸尘器、AirPods 4等大奖带回家。那当然，我们有很多食品，比如说咖啡啦，比如说这个烘焙的这个食品啊，那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哈，包括我们的手工皂啦，包括我们的洗衣的服务啊、洗车的服务啊，甚至于印刷啊，或者说是器材租借，其实非常多啊，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机关团体呢都能够发挥爱心，多多采购我们庇护工厂的这个产品。那今天的这个购物节呢，我们有一个好康哦，只要你采购超过500块以上呢，你就有抽奖的机会哈。那奖品非常丰富哦，有扫地机器人啊，有吸尘器啊，也希望利用这样的机会呢，让我们的所有市民朋友们、所有的这个机关团体、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来一起来赞助我们这20家的这个庇护工厂。今年桃园庇护工厂购物节推出的商品种类多元，除了手工饼干、绿quả咖啡、坚果果干、保养品、手工皂、文创商品等，也有洗衣、洗车、印刷跟器材租借等多元类别服务。欢迎大家到庇护工厂参观选购，用行动发挥爱心。符合应景的艾草，艾草是由我们美好庇护工厂的这些园区的种植的天然艾草香包所做的。那这里艾草香包最大的亮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针都是由我们这些庇护员工他们自己亲缝的，所以都是流露在很真诚的感情。所以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其实可以慢慢的稳定就业。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外面工作，就支持性就业的部分到各个企业服务。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些年轻人，可以符合市场企业的需求。记者会中也颁奖表扬在去年采购庇护工厂产品竞赛中脱颖而出的11所机关学校以及30家企业团体，其中每年都力挺庇护工厂的长荣航太也获得金质奖的肯定。那我们长荣航太是上市公司，那我们推行了 ESG 永续的一个社会责任，就像副市长刚刚讲的，让这个都市变成最有爱的都市。所以我们一年大概是采购2次。然后每次3000份，大概每次采购100多万，所以我们一年大概2次采购200多万只是列尽我们绵薄的一个社会责任。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热烈参加这个照顾残障弱势的一个活动。桃园好物初夏必败庇护工厂购物节满额抽奖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5号，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邀请大家一起用行动支持身障者就业，踊跃采购庇护工厂产品跟服务，共创友善职场环境，让桃园成为一座温暖友善的幸福城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披萨不只是在餐厅吃得到，现在在传统市场也能吃到让人惊艳的手作好味道。新北市三峡公有市场2楼新开了一家打工人披萨，由整副师兼职做披萨的老板经营，不仅手劲十足，连用料都毫不马虎，吸引不少民众闻香而来。
一口咬下，酥脆的饼皮与 Q 弹的嚼劲在嘴里融合，搭配扎实的用料，让人相当惊艳。这间位在新北市三峡公有市场2楼的打工人披萨，虽然5月才刚开幕，已经吸引不少顾客上门尝鲜。我觉得它很有动力，很不错，再给他们一点鼓励。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披萨 ，OK， 所以我就买试试看。那你觉得像在这种传统市场里面多加一些这种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啊，因为外面的店面实在太贵，东西很高。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一定是希望平价位一点。对，我觉得这样我可以试试看。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用最新鲜的食材，市场就是我的厨房，那我采买方便。我用最新鲜的水果、最新鲜的蔬菜，还有面皮等等红酱之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我相信它就是一道很美味的披萨。我觉得披萨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它似乎不是平常就能够吃得到的东西，它一定是我们家庭里面有发生的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那可以大家一起叫过来一起 share，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边吃然后边分享这一份喜悦的很特别的一个美食。熟练的将面团揉捏成披萨的形状，淋上番茄酱，用料十分大方，完全不手软。吕老板白天是整复师，靠着力道十足的双手，现在揉起面团同样得心应手。从擀面团到送进烤箱，每个步骤都充满热情。斜杠创业也让他多一份收入，少一点压力。要是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我觉得打工很好，但是你也要去想到说有没有机会让自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来帮助更多人有这个可以找到工作的机会。对，你打工你变成老板，那就会有更多人来你这里打工。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打工的人都特别辛苦，他吃东西要省钱 ，CP 值又要高，那也不能乱吃嘛，大家都这么辛苦了，怎么可以乱吃呢？那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钱，然后来尝到这个美食，这样。老板表示自己平常就很爱吃披萨，因此特别研究出独特的饼皮口感与风味，希望打造出一个温馨又实惠的小角落，让所有打工人都能吃得好、吃得饱，也让市场多了一份年轻创意的气息。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今年适逢霞海城隍渡台205周年，台北霞海城隍庙与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将于5月24号到6月15号热闹登场。透过嗅觉、听觉、视觉三观体验，结合表演、展览与市集，让民众沉浸式感受大稻埕的传统与创新。今年城隍爷首度换上帅气十足的渡海军官西装，融合永续材质与历史意象，搭配主视觉中城隍老爷用耳机倾听祈愿，文武判官手持药秤茶壶等，在大稻埕老街呈现神明与在地产业的时尚碰撞，展现传统信仰生活化的全新风貌。所有我们做的衣服，还有老爷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永续的制作。那怎么永续制作？我们是使用大家以后牛仔裤要丢掉，布料要库存布料要丢掉给我们做成所有的衣服。老爷其实是205年前从对岸渡海来台，而且很艰辛的渡海的这个过程，那跟永续非常的相关，因为全世界的海洋污染20%来自于我们的纺织跟时装产业，中间的这两道这个红字其实也是由老爷本来的这个平安符上面所启发而来，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延续老爷的公平正义善良的信念，要把这样的信念传递给大家，然后甚至要祈福国泰民安哦。那老爷当初渡海来台，它其实是一个明灯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左边特别手工用银线绣上了一个指南针，让大家带给大家一个，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跟着老爷，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正向的方向，他会带领你以公平正义的方式走到未来。试着来
设计一个塑造一个史上最帅的神界市长的形象。然后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第一次把城隍老爷的团队介绍给大家，把它有形化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包含文武判官以及范谢将军他们用一个全新的造型的形象。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城隍爷的西装为什么他跟别人比较不一样？除了他是寿星本人之外，他这个多彩的这个色彩，我们其实的概念是象征着城隍老爷他多元包容的一个胸怀。这一次城隍团队全部穿上西装，其实为什么？因为100年前这里的人就开始穿西装，所以有一点像回到未来的感觉啦。就是说，现在外国人很多，以前外国人也很多，所以穿上西装也跟上了潮流。然后手上拿的都是我们在地产业的东西，比如说文判官拿秤，为什么？原本他拿生死簿跟笔，一样是来衡量这一个人的善恶。然后武判官拿着茶壶，就是要来这个惩罚或者是干嘛，只要你被宣判要惩罚了，他就拿茶烫你嘛。那如果你过关了，他就请你喝一杯茶，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啦。横跨4周的蛋黄祭，首先登场的是与大同区公所合作推出的恋恋大稻埕，以及文化局的神乐队 Live Show， 还有重头戏5月25号霞海城隍祭将，6月8号登场的5月13迎城隍祈福日巡，以及电器神将彩街、岛屿音乐会、香火 Non-Star 市集以及夜巡绕境等活动，并结合37家在地店家推出限量联名商品，带来传统祭典、市集、音乐会、特展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为城隍老爷诞辰祝寿。今年的特色应该是说，第一个是城隍老爷渡海来台205年然后这是当然一定要提的。那再来就是不管有传统的、有创新的，然后重点是结合在地的文化的，还有公益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做，但是不断的都有在创新特别是说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更容易接触这个信仰然后也融入生活，那也这个串联了在地，把这些比如用主视觉跟大家去做一些合作跟配合这样子。在这3周不一样的活动呢，有区公所邀请我们在地的，比如说这个太平国小、永乐国小的诗团啦、歌仔戏啦，然后也有我们比较创新的这个电器神将啊，他们都会来表演，然后去踩街，然后也有这一个我们的台北这个临安社、公乐轩这种传统的这个宣社那当然绕境他们也会有，暗访他们也会有，那还有我们的岛屿音乐会，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非常的多元嘛，所以有不同的语言来做使用，所以有原住民的啦然后有台语的啦，还有新住民的歌手会来演出所以每一个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还有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歌仔戏，就是从大桥头这边发迹的这个民权歌仔戏团，也是人家还愿的所以当然重头戏我们刚才讲到的暗访跟5月13迎城隍，我们在地的宣社一直很努力的维持这些传统。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将于5月24号到6月15号举行，从城隍诞辰出发，融合永续设计、信仰文化与街区创意，呈现多元又动感的大稻埕，邀请民众走进街区，用感官探索城市记忆，体验最具生命力的在地文化节庆。霞海城隍老爷生日快乐！记者李喜慧台北报道。充满科技、艺术与童趣的渔海方舟科技艺术展，在基隆八斗子渔港碧沙泊区热闹登场。即日起到6月30号，免费开放参观，欢迎各地民众与亲子朋友一起来体验海洋的生命与活力。发出雷射光、充满奇幻感的一艘大船来到八斗子渔港碧沙泊区，活动除了充满科技艺术，也结合童趣的元素。入口处特别引进大型的旋转木马，吸引了许多亲子朋友的目光，也成为美丽梦幻的拍照打卡点。旋转木马，因为
为它有搭配亲子活动吧，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对，我会带小孩过来。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鱼海方舟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点灯仪式。那刚好我载着小朋友下课之后就直接过来参与这个活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旋转木马，一定是小朋友的最爱。其实旋转木马一直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戏设施哦。其实这一次我们的旋转木马也非常不同，它是全台湾唯一一座最大的旋转木马。你们在很多地方看到都是24人座，我们现在是36人座，可以说是特别为了这个场域去重新刻画的。因为我们希望来到基隆，我们想要打造一个有爱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只有我们说的爱，而是更多的是可以了解海洋，感受我们的山跟海。这场鱼海方舟的科技艺术展开幕式贵宾云集，包括副市长邱佩玲、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产发处处长蔡富宁，跟市议员宋伟丽、秦真、林敏勋、陈明健，还有渔会等单位共同来参与。欢迎民众一起透过光影艺术和互动科技，来感受海洋的生命与活力。对，每个人的椅子都会有一个旋转的效果，在越中间所以可以吸引到外面的观众。对，我们在努力的做，我们希望把艺术品跟灯光在碧沙渔港可以结合。他们给我的稿子是跟自然对话，我加上了跟山对话。跟海对话，还有跟所有朋友以跟自己对话。我们希望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当你看到这样的艺术品的时候，第一个看到基隆市政府的用心，第二个谢谢所有议员努力让我们预算通过，第三个策展团队的用心。很大的会场，很多的大的节庆都有做一些科技的展演，不管是台湾灯会亦或者是台南灯会都有。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也很开心，这么好的一个团队能够来基隆，帮我们打造一个晚上一个很棒的一个鱼海方舟的一个样貌，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又可以吃又可以玩，然后晚上也可以感受科技跟互动，还有可以做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生物的一个人物，可以到我们的屏幕上面。那更重要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活动，让人家知道。就是海洋，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看到的海平面上面的样貌，更重要是从海底到海平面上面它的一个整个过程，也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让孩子们知道说，海洋其实是除了是海洋之母之外，更重要它孕育的出来的不同的生物，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那我们体验了这个方舟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 AR 的这个体验那里面有丰富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海平面下、海中间跟海上面不同的那种感觉，有3个区域。那个民众都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进来到这个方舟里面，然后做一个沉浸式的体验。那从进入大海，然后到方舟出来的这个的体验的感觉非常棒。然后里面方舟内的一些互动体验呢，也很多都非常适合小朋友。那我们有跟文管局确认，他在周末的时候6日其实也都有这个餐车会进驻在这边，那就是会非常适合那个我们所有的游客，不只是基隆的好朋友，我们希望说全台湾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基隆这个山与海美丽的城市。这场鱼海方舟科技艺术展活动即日起到6月30号，在八斗子渔港碧沙博区免费开放参观。平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假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欢迎各地的民众和亲子朋友一起来感受奇幻与趣味的旅程。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携手医美集团诊所，共同推动114年特殊教育幼儿早疗公益治疗计划。教育处副处长杨永芬特别到诊所致赠感谢状，感谢诊所方面对于儿童早疗的贡献与付出。画面上是市府教育处颁发感谢状给尼可美丽医学集团总裁白幼云，市府携手尼可美丽医学集团旗下的康佩诊所，共同推动特殊幼儿早疗的公益治疗计划，让孩子能够获得在地的早疗服务，不用往返双北奔波，大幅减轻家长的负担。就是基隆我们地区的，就是民众的福音，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据我们那时候在部立基隆医院得到的讯息，其实基隆地区很多小朋友需要这样子的早疗服务，真的。
那也谢谢就是康佩诊所的林志燕医师，复健科医师，他提供了就是我们很准确的判断，然后再加上语言及职能治疗师们，他们就是很细心的就是为我小朋友这边做治疗，那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学前特殊教育需求的小朋友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基隆市来说，我们今年就有10%左右的小朋友是有特殊需求的哦。除了我们在幼儿园提供他学前特殊教育的协助之外呢，我们小朋友在课后也需要像康佩这样子早期疗愈的医疗的一个协助，所以今年我们很开心哦，能够跟康佩诊所这边合作了一个公益的早期疗愈的治疗专案的计划哈。那由教育处推荐有早疗需求的小朋友跟医院合作，那由医院提供完全免费的一个早疗服务哦。那希望透过教育跟民间一起的合作，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治疗的黄金期，那在教育跟民间的合作之下，达到发展最好的一个功效。那很感谢我们白姐这边跟我们学前科有一些合作，有这样的一个公益资源，然后让我们特资中心发现到需要帮忙的孩子，还可以送来我们康佩诊所这里，然后接受包含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还有语言治疗。那这样经过治疗的小孩呢，那进了回到幼儿园以后，跟同侪互动就会更好。那及早介入，可以及早帮助孩子融入这个社会。目前基隆市的一些医疗院所相对是比较少的，他们是要去大型医院去做一些早疗课程的一些排队。那其实对于这样的状况，其实他们排程是相对比较久的。那除了在地上的医疗的点比较少以外，他们也要到双北市，甚至于我有听闻过有些家长会到了可能类似到桃园等等的地方。那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以及孩子来讲，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而且减少掉一些他们接受治疗的意愿。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可以在地服务，然后让孩子跟家长都可以在地学习，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机会。确实很多小朋友因为经过复健医师，然后我们的职能治疗师跟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已经有达成治愈的效果，所以我才跟教育处反映说这一块我们应该要重视。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教育处非常关心这一块，陆续也有带了一些比较属于轻寒的小朋友带到康佩诊所来。将来我们可能是说在5月过后，可能会请我们的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在各地区域做演讲，也让有一些的家长能够了解说，其实解决小朋友不是大家给问题，是因为他的发育比较没有那么快、那么好，所以是在黄金时段治疗一定会达到效果的。用手来平衡，也可以让小朋友坐在上面练习身体的控制跟平衡，这样子。根据医师跟教育人员的现场观察，大约有1成的幼儿需要早疗服务。医师也呼吁家长注意观察孩子的发展状况，把握0到6岁的黄金治疗期。目前康佩诊所有小儿的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跟语言治疗。那比如说在小孩子1岁半的时候，一般就应该要能够自己走路，那他也可以发出一些有意义的单字，比如说看着爸爸叫爸爸，看着妈妈叫妈妈。那他也同时可以理解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指令，比如说可能宝宝过来坐下，来爸爸这边，或者是妈妈抱抱等等。那如果说这3项的观察指标，有1项或是2项以上没有做到的话，就家长爸爸妈妈就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去寻找医疗的评估跟帮助。第一个走路常跌倒，然后再来是他东西拿不住，或者是说他到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只用这样子拿东西，没有这个动作。我们看小朋友如果一直都是这样指尖拿东西，他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那个感觉统合障碍。数据防御，他不敢摸，他可能说黏黏的东西、软软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不敢摸，他只敢摸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东西。这个也是感觉统合障碍常见的一种。对于康佩诊所提供专业的儿童早疗服务，教育处长徐燕丽也表示相当感谢，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白总裁说，也将陆续透过健康讲座来推广儿童早疗的正确观念，期盼透过公私协力来帮助基隆的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佩珊，我们下次再会。